Hello，各位大家好，歡迎嚟到11月總結啊！11月入邊冇咩點開台都係玩 CS。咁我做咗啲乜嘢？11月我睇到死神最新嘅千年血戰篇，總算完成咗我今年俾自己嘅目標，就係要追翻呢套經典嘅動畫。11月入邊有件好重要嘅事，就係我買咗部 iPhone 17，咁就要過相、過影片，去處理啲文件嘢，同埋都嚟到年尾啦，開台嘅留底片都要 upload 上去，但係都搞到七七八八啦。咁啊，剩翻少少就12月搞埋佢啦。11月入邊玩 CS。就主要都係玩先啦，本來諗住雄心壯志，睇下有冇少少油水可以撈到，但係發覺其實係冇㗎，唔蝕錢都好難啊！咁而家好努力咁樣追翻我輸緊嘅30%，慢慢嚟啦，總會有日翻到家鄉嘅。11月入邊覺得好頹廢啊，同10月係差唔多嘅，所以我會俾自己2分啦。正如10月所講，最緊要都係對自己好翻少少。但好可惜，就算我唔開台，我個人有冇好到呢？都冇嘅。生活上有好多不幸嘅事情，令到我嘅心情都覺得麻麻地啊，包括咗我唔見咗八達通啊，我部咖啡機壞壞地啊，我新買嘅電腦凳又壞啊，要等到1月先換到貨，好多事情都令到我心情麻麻地啦。12月會唔會有啲咩計劃呢？就係都係冇噶啦。始終我哋今年其實就冇咩數要找嘅，唯一爛尾嘅可能就係 Dead Cells 冇點玩到啦，仲有就係話要畫畫都冇點畫到啦。創作就冇時限噶嘛，有靈感再畫啦，呢個唔急嘅。雖然11月覺得好頹廢，12月會唔會想進步啲？12月繼續對自己好啲啦。11月入邊我哋 set 好咗戶外台，咁就睇下大家會唔會再用力踢我一腳，要有經費我哋先可以出街噶嘛，始終出街要搭車就已經使好多啦，仲要包埋上網費吓，你估開台就真係撳個掣就開咩？背後好多成本噶，仲有雖然換咗新電話，我就唔係好想用我部 iPhone 17嚟開台啦，仍然係會用翻舊嘅 iPhone XS 走去開台。粗略俾到個數據大家，就係1% 電量就等於1分鐘嘅台，即係比盡係開到2個鐘嘅啫，所以開台都係一個好麻煩嘅事情。換到電話就最好，換埋穩定器亦都係最好。咁但係呢啲嘢我自己唔會出錢啦，睇下你哋點啦。12月希望真係心情會好啲啦。2026年有啲咩計劃就等我哋年度總結再講啦。今日11月總結嚟到呢度先，好啦，拜拜。